大家好，我係地產哥哥。新嚟嘅朋友記得訂閱、留言、俾 like， 支持一下頻道，等我可以每日為你送上最新最快嘅香港地產新聞。今日係2026年5月4日，星期一。根據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最新數據，上週全港一手、二手市場合共錄得超過200宗成交，較前週升咗15%。樓價指數微升0.5%至171.8點，反映買家信心逐步恢復。尤其係港島區同新界豪宅表現最出色。呢個升勢唔單止係數字遊戲，背後係受惠於美國聯儲局維持低息環境，加上本地就業數據改善，專才入境計劃帶嚟新需求，令租金同售價雙軌上升。預計會打破傳統五窮嘅5月，樓市有望延續升勢。講下二手，新界黃章仁龍家族成員大手沽貨，大埔康樂園2棟洋房連環套現8000萬，持貨逾20年，帳面獲利逾3900萬。康樂園位於大埔富亨道，係一片低密度洋房屋苑，鄰近大埔超級市中心同埋馬會賽馬場。以2棟洋房實用面積各約4000尺以上，附設私人泳池同花園。原本買入價約4100萬，依次沽出，平均尺價約2萬，升幅接近1倍，證明長線持有優質豪宅始終係穩陣。章仁龍家族係香港地產界傳奇，早年靠新界農地發展起家，旗下持有唔少優質物業。大埔區洋房供應極少，近年受惠大埔線延線同北環線基建，交通大改善，吸引咗唔少內地富豪同本地富豪睇好。尺價由10年前1.2萬升至而家2萬，升幅66%，遠超大市平均。若果市場持續低息，康樂園類似物業短期內難有新貨，價格只會更硬淨。另外，舒淇老公馮德倫炒樓失利，劈價20%沽出西營盤63薄扶林一房單位，持貨6年，賬蝕134萬。63薄扶位於薄扶林道，係一棟低密度洋樓式住宅，單位實用面積約500尺，一房一廳設計，享有開揚海景同山景。馮德倫2019年高位以839萬購入。當時尺價約1.68萬，屬市場摸頂價，依次沽出705萬，平均尺價跌至1.41萬，蝕幅約16%，連埋佣金稅項，損失估計超過150萬。呢單成交由中原地產促成，買家係一對年輕夫婦，首次上車。薄扶林區近年受惠港大同醫院擴建，加上西環新地鐵，區內物業升值潛力大。但係馮德倫入市時遇上疫情同加息週期，樓價大幅調整20%以上，業主要減價先沽得走。不過好消息係，依區租金回報穩定，若果轉租或者唔使蝕。不過馮德倫選擇沽出，可能係睇好其他投資機會。提醒大家，炒樓都唔係穩贏，入市前要計清楚週期，唔好貪心高追，否則蝕讓離場係家常便飯。講下師弟陳豪租出大埔比華利山別墅洋房，月租5.5萬，回報僅約2厘。比華利山位於大埔馬鞍山路，單位係獨立別墅，實用面積逾3000尺，4房套房設計，附私人泳池、健身室同影音室，環境正僻。鄰近國際學校同高爾夫球場。陳豪購入價未明，但估計逾2.5億，依次租出5.5萬，月回報率約2.2厘，低於大市平均。呢單租由美聯物業促成，租客係一對內地專才夫婦，連2名子女，專程為子女教育入住。分析嚟講，比華利山租金近月升15%，受惠專才計劃。今年大埔區租金指數升8.3點，特別係洋房，空置率低至3%，遠低於市區住宅嘅10%。市場預測，若息口維持3.75厘，豪宅租金有機會再升10%。二手交投急升，數據顯示4月全月成交逾8000宗，創半年新高。5月首週已錄1200宗，升幅20%。大額成交增多，逾億單數破30宗。發展商提速推豪宅，吸納內地資金。雖然仲有蝕讓個案，但多數都係高位貨，獲利沽貨佔比升至60%。市場情緒樂觀，
政府政策繼續放寬按揭、專才豁免辣招，刺激需求，預計樓價全年升5到8%，豪宅更可達10%。投資者宜鎖定藍籌屋苑同低密度洋房，避開新界細價樓，長線持有為上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。